如果我不要棺材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，去哪儿？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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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哎呀，他们今天呢，把秦伟的骨灰拿走了。不去墓地吗？听说准备带回家里，一直守着。不是秦伟他自己想葬在墓园啊，墓地都选好了。中国人的葬礼，活人总是比死人更重要，没办法。哦，谢委员让把这封信给你。哎，要乖乖的啊。来，还有这个小家伙啊，拿着，别跑了。干嘛呀？3月，3月，给他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就当它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。
三月，活着还是很不错的，保重。